伫遐清明阵哦，干不了哦，天气很好，较花腰尾咧，过年啦，四月就真正全部。我刚刚减脂，你也可以，这样好啊，表示安全。健康的哦。最难过就是我不喜欢来台湾，我最坏的想法那时候，因为人家说飞机保险很高，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有一笔钱给我父母，就是房子被烧掉了。那你没有去的话，其实这辈子也没办法盖的房子。Chào mọi người, tôi tên là Phạm Mỹ Hạnh. Tôi đến từ Tây Ninh, Việt Nam. Tôi đến Đài Loan được 20 năm. Hiện tôi là giáo viên dạy tiếng Việt tại Đài Loan. À, 这边是水流动，早期是我跟阿妈住那边的房子。其实这里变化不大，就是现在这边没有大家在整理。但是我觉得这边的老人家真的很好，他10几20年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还认得出来。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呀？对，我蛮开心的。讲一年单，全习惯也记得土阿妈。哦，家孙咧看到终于这本家孙咧狗多，其实冇专业啦，哎人啲嘅哦。那你用满笛？啊，我家人讲要啲嘅啊。啊，之來咧要半隻婆車，啱乜係對冇見過唔啲嘅。阿婆，點係麼？點係麼？美信啊。是啊，美信啊，那记得你。没关系，要看一下。哎呦，很热呢，很热，很热哎。对咩？很漂亮。很热，你当好啊，你就睇落睇架就當，你就當。啊，記得阿媽嘛當石啊，阿媽嘅阿石樣會流嚟，做順手。哎呀，我的故乡是越南的西宁省。西宁省的天气呢，就是热天，平常的38、36度，那是正常的。在故乡，就我家乡的话，就有爸爸妈妈，还有5个兄弟姐妹。我是排老2。那时候我想象台湾就是一个地方，因为我有看到一部影片，就是台湾会拍那个深坑啊，臭豆腐。哎呦，你还记得我？我有看到你哦！我那天在电视上有看到你呢。啊，真的？我有看到你。真的？你好会呀，这样跳是吧？啊，跟阿母有没有跟叔叔啊？什么走跟阿母跳的啊？哦，你现在还在煮？在伴奏啊，对呀。是啊。每次我就没有你的电话，没有那个这样子。好了，等一下留电话嘛。你留电话给我的。好，等一下就留。我弄到这样的呢。啊，对呀。你看到？就这边之前是阿妈家，那他买回来，然后整修。哇，哦这个直接给它打通有没有？啊，对，这个好像平的。哎，以前是阿妈的呢。哦，对，走路。我这个装的合适啦，这样。好漂亮。移动台湾的时间，看见唔会介有没有？他也是对我很好啊，你们对我当好啦。有时候我有什么，我就都偷偷的塞给他们，现在给你吃。他有东西也会塞给我吃啊，对呀，这样。是吗？来，带几个。东安你演啊，这样子啊。他以前这样的一直照顾阿妈的时间有没有？在阿美信美就说，阿姨对我很好，阿姨对我当好，阿姨对我当好这样子，所以我还会想念她，我都怀念起来，这样子哎。用炒煮这3层肉啊，煮汤也很好吃。上次要煮汤了，每次都知道哎。哎嘿，他加新椒嘿。哎。想不到。我也是刚回来。
第一次的话，就是对台湾印象非常非常不好，哇，好像在台湾做一个噩梦一样，好可怕。第一是天气不习惯，第二是照顾老人家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之前是第一次的时候，也常被阿妈的孙子会欺负，他把鞋子丢我的心里好像不甘愿。他妈妈下班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妈讲说，你儿子今天的行为好像不太对，你跟他沟通一下为什么这样。他也一理也不理你，他跟他儿子说，那个外劳讲话不要理他。我心里很酸，真的很酸。拿香吗？要拿香。拿香。因为我们平常的回家乡是平常没有立头份的，基本就是家乡是我先生的家乡。早期的话是我来这边工作，他们说这边今天济公生日，所以我先生跟我一起来拜拜。对，从那边外面。我们其实平常会常去那个。爸爸带进去峨眉这片拜拜，按钮，一个心里一个寄托吧。通常我们也会信，对，就是拜个平安啊，然后希望大家有上有下，有老有幼啊，就一起说平安。我说拜拜佛教那种是我从小到长大的一种兴趣。越南也是，其实我们平常会拜祖先然后还有一个佛教，像我爸爸的佛教，妈妈是高台教，高台教就是在越南，因为我家是住西宁省，西宁省的高台教就是蛮大的，高台教是全世界第4个道教。对，没关系，来啊，这边。胃肠不好，你胃肠不好啊。我为着什么事情做到一直装的啊？好。叫他不要太会钻牛角尖了。放个几个某一个事情，无什么事情就一直想。会信啊，因为我的今天运气蛮好的，在台湾的没有蛮灵的，没有很多。像我们桃园有一家庙，上次好像我还没找到工作，我去拜的时候不是要把布吗？然后他说那我很快就找到工作，然后工作比较适合我，然后没多久就真的我找到工作，所以我说信不信，其实我们还蛮信的，也是刚好今天那济公又找上我，对我很开心。小心呢！怎么？你很有事啊。守恩哥哥，守恩没回来。他去哪？他跟他爸爸去那个拜拜。去拜拜喽。我有煮汤。有啊，这里也有汤呢。有胡头菇哎。我也被胡头菇啊。哦是啊。然后这位是我叫婶婶哈，这位是我先生的姑姑。所以今天算是家族聚会聚餐。哎，对，哎，走。
开始讲哈，开始讲哈。讲不糖很深，对不糖很深。糖也剩，糖也剩。我想说是切好了，我们就来弄好了呀。可以用这个锅子吗？还是可以啊。有正常了吗？用韩国是摆了。这个要很薄的。不是的，这还是生的吧。可以的。这用是韩这个肉我卖给他，比马打酒的是比啊，呛来做料。按煮好按来让它吃的有盐啊。底下清烟子哦，你干不了哦，清得很好。花腰味的桂皮啦、西料的都叫关锅煮。哦，你给不你带了，来菜酒班。也没有要煮脚哦。煮脚啊！阿妈请问。请好吃煮脚啊！俺妈妈没请儿子来。哦。还记得吗？还记得。妈脚不好啊。俺春游事情你记得嘞？不记得。他早上他有来啊，后来爸爸说他要去问那神明。他搞痛来的是他呀。我不好意思。妹妹。然后要蘸这个才好吃，要吗？一点点就好了。第二次来的话，我家桃园体检完成才送到晨晨家，晨晨家，然后晨晨就送回头份。然后头份的时候，我以为是照顾老人家，我有经验的，所以讲话的像讲台语啊，我都听得懂。但后来，他说老人家讲什么话，我听不懂完蛋，我不晓得是有客家语。然后阿妈就讲客家语，我就回国语。阿妈好像听得懂国语，但阿妈不会讲。对，就后来我们就慢慢沟通。我陪阿妈看那8点档，17台客家，然后我就慢慢会听了。后来因为台湾的电视荧幕有面打国语，所以我知道是原来久就听得懂客家语。你按多年团队的排谁？不敢吃出问来。这长时间啊，只有吃肉鸡，应用性照顾啦。给你重度吼，给你是头的时间呢，给门前如果动到老人家就去他撩，按粗撩。其实呢，有一个优点就是，佢会弄给条老人家打成一片，然后弄给要装的东西比较少，安尼老人家做啊较开心。嘿，伊唔会像有的义工呢，做安尼照顾，做该就做该，唔会参与。给他参与度较高安尼，所以妈妈给梁师妹算一种伊的安尼方式安尼，然后我记得是照顾阿妈，阿妈最可爱，因为我们那边水流洞那边都是老人家，那老人家那指甲那些他们很少说自己方便修，我帮阿妈修的时候涂指甲油，然后对她散步的时候那。邻居他说阿婆人家有涂指甲油，然后他哪有，他逼我做的，但是阿妈很喜欢。对，最感激阿妈就是他看我像他的孙子一样，我觉得好像他等过年的时候不是准备红包吗？但是第一个红包他发给孙子是他发给我，对，他发给我之后他才发给其他人。我觉得很开心，不是收到红包开心，是我看他的疼我这种的感觉。105年的时候，4年了，4年了，好快哦。我来这边是上班，就是在望见书店，在桃园后站一个小东南亚的地方。今天来开会，语言交流活动。Hello， 那你跟那个白老师聊聊，跟丽雅聊。
然后目前 Thomas 那一场是3个人报名，这个还有时间可以再宣传。22号比较后面。我来这边的工作就是在书店，东南亚书店。这位就是台湾人，啊，也是我们的主管，每次开会一定要有他在。这2位就是我们伙伴，也是来自越南人。我们这边平常的工作就是语言交流，然后还有文化煮法。那西姑宁，对，为什么这是步步高升啊？就是越来越好的意思，越来越好。黄这是我们的姜王饭，这是姜王那个做的，对，所以这个其实比较固定做的就是语言交流。那我们也会策划一些跨文化的交流活动，那还有就是艺文展演，展览也有做这一部分。那其实我们平常长期在做的就是新住民培力，那就是我们邀请那些新住民妈妈一起来做这样有点类似活动企划，像或是有点像是公关行销的这样的类型的工作。我们谢谢那个劳动部多元培力计划，其实是因为有这样计划的挹注，可以让我们能找更多新住民来一起有这个工作职缺，来一起策办这样的文化活动。炒面，让大家容易理解这一点。其实它本来就是黏黏的东西。我认识汪监护监是从105年开始，105年就是我母语教学培训，那个是教育部的课程培训。因为当时我还在工厂工作，但是我还不断的学习，所以周6日我会培训这个课程。其实早期在越南，我是一个梦想是当母语老师。你少，其实我来台湾结婚就15年，工作5年。但是工作5年当中，就是我的好像一个种子在学习的语言，然后我会希望我的学习的成长，我不断的，我不会放弃一个学习方面。那结婚之后呢，我在想我要进步，所以我要学。像我去上大学，有很多老师会协助我，例如是假日班的老师，他每个领域不同，然后他有很多文件会给我翻译。然后昨天我收到一位老师，他说：“那你帮我教学助理，就是在建行那边。”我好开心啊！就是给老师给我一个信任，也一个肯定。其实我对那个新住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的很多同学的妈妈都是跟美心一样，都是越南籍的，都是妈妈级，对，都是做母亲的，对，所以我很能够了解这样。就是很多跟我们学好像2、3个，也是嫁来台湾，那他们就是上一班就不上，就是他们会放弃，而且我不会放弃，反正你有心，一定会往成功的方面走。我本来读国小毕业不要读了，因为我想说赚钱，但是好像读国小毕业之后，好像我还有这个能力读书，所以就去上国中，然后就慢慢学，希望报名上大学，我来试试看，我是用自己的挑战。这中间我已经生活在这边用那么久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每一个生活情境到底是怎么样，他到底的需求是在哪里。我刚下课，对啊，今天比较早回家。到家了。Hello， 我回来了。我nói mẹ sao? Con nói mẹ sao? Mẹ về rồi. Mẹ về rồi. Nói sao mà?
吃饭了吗？正在吃。吃饭了。要洗手。我还煮什么？你煮什么？就吃饭炒一炒而已。那你吃了吗？吃了吃了。你要吃可以吃啊，吃不完了。不要录我吃饭，很奇怪。我比较晚回来的，婆婆会接小孩子回来，接完的时候呢，她就煮简单的给孩子吃。婆婆她比较会中心，就是孩子吃饱就好，就是她先把孩子给他喂饱。哎，下晝3點半啊，去接小英的轉來啊，那就注釋啦，注釋本身有40包啊，8點半兩個就轉了。反加班到8點半才回來啊。地個屋下攏愛一個帶啊，自己用上班啊，安尼。今天考試啊？今天报告。报告。对，你像提早集中考。啊，你4年读得完吗？读完了，我都越读越有趣。对的。每次进学校听心情很好哎。其实他怎么上大学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会上到大学，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国小而已。从国中、高中我都搞不清楚他怎么会上到大学？太不关心我了吧？我支持啊，不是做坏事我都支持啊。就有时候他很晚回来，有时候太晚回来了，我不太高兴。讲实在话是这样。有时候我还要洗衣服，我要家里的事情，有时候衣服也是我洗啊。没人洗就是我洗啦，那就拖地啊、洗衣服啊、洗碗啊，就是这样。然后会生气的，难免会生气。毕竟她嫁给我从那么远嫁过来，我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就吵架就是让她，一定会吵架的啦，吵架就让她这样子。啊，但是我就想说找别的方法可以弥补她，不然她生气我生气，那家庭就破了嘛。我这段婚姻应该主要是阿妈叫我们那叫晚上看。我印象最深刻是她说她要带我去玩，我说那阿妈在家怎么办？然后她就说没关系，摩托车我在啊。结果阿妈的脚不好嘛，她把阿妈放前面了，我就后面了，啊她这样载，阿妈在前面。真的假的？真的去大润发。3天啊？3天。阿妈也愿意哦。对，大润发我们离500公尺。差不多了。啊，对啊。那时候差不多。你看阿妈那么大只，反正可以载。我印象深刻是这样，很感动。伊代志啊，他生病伊代志胎啊，代志就讲，分我按做太太好了，啊他就过来嘛，他从头份水东啊，过来在桃园嘛，哦，就跟我儿子在一起了嘛，我就去越南提亲嘛，啊提亲提好了，跟他娶回来安尼啊，没事啊。我明天煮好，明天给我老公带饭去公司吃。我现在煮是豆腐海苔，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嘛。他一开始我看中他就是他的心比较善良，他什么事情都跟我讲，但是脾气的话，不是很好。文生那时候就烟也抽很大嘛，饮料也喝很多。我讲话好像他也不想理我，你可以抽少一点，我没有教你戒烟啊，你可以抽少一点啊。特别是谈个把这个分头，讲啊，个烟用我是安泰，讲个1礼拜吼，个饮料个罐呢吼，就一补胎吧，讲安尼对身体就唔好嘞。特别个把如果啲按饭谈啦。他说我宁愿没有老婆，就是我没有办法戒烟，我心很痛啊。超级痛，
然后那时候我心就寒下来，我说好，那你就是你讲的这句话呢，之后如果发生什么事情，就是由你来负责。你如果有一天呢，你希望你的女儿叫别人爸爸，那你继续凑下去。你看到你女儿这样子，那你要改变，那由你来决定。玩什么交换游戏，害得我们焦躁不安。然后我也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个人就好像比较冷淡一段时间。后来他不知道是怎么发生，他就开始戒烟了。然后他戒烟2个月，我完全不知道。他跟我讲说：“老婆，你陪我去看医生好不好？”他说：“那我现在戒烟已经2个月了。”就是因为我完全也不理他了，我想说我过我的生活就好。然后我说好，那我陪你去。后来陪他看医生，他就慢慢改变。到青苔嗰边哦，应该是烟戒脱吧？忙结婚的时间用讲要唔会戒，系啊。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美信的加入，所以他的烟戒掉了，这是个很值得鼓励的事，然后也很欣慰的事。我讲嘅美信有福气哦，也按好福气啦，福祥的啦，而你是一只狗，整天望着太阳想呀想，想得几乎忘了自己是谁。越南西宁省是我第一个生小孩在越南，因为我们这个的3年后，我的这个男生，有改变改好，后来我才决定生第2个。我不知道是生老2女生，我婆也，他是希望我生，但是可能他期待是男生。那个是还没有儿子，然后妈妈说她想要儿子，那你也想要生他，帮他努生。力的做只狗吧，太阳回答着。态度伊同事啊，又讲伊将迄张来讲来突然来讲，哎，还唔对哦，你看忙讲出来还唔对哦，后来他说真的去检查嘛，佢真的来安尼啦，说生出来是家己啦，冇生出来唔对啦，按讲啊。医女的太阳说。婆婆重男轻女。婆婆就是蛮重男轻女。是一只狗，就别想当。应该是较熟悉啦，不过去较细当然较熟啊。他都偏向。伊拢无甲我讲偏心啊。就明明就是弟弟的错，然后阿妈就怪我说。意思说，逐摆都有伊咧教啦，我讲伊遐两去啦，伊就唔啦，伊就两个吵起来安尼啊，伊较细啊，就讲。伊就老公讲，就较熟去啊，无熟去啊，啦。我没有打你，我没有骂你，我看。他叫我讲给你们听。好，好，不要讲，好。你要安慰一下姐姐。好啦，不要哭。好，阿妈不要讲。你想一下，那时候弟弟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阿妈养着你，对不对？我不知道。要忘记了，以前的事我都大概都忘了。我想要妹妹，妹妹没有那么皮。这么早？你在这边等哦，在那边等，姐姐买东西给你吃哦。啊，桂双，我这边等你哦，在那边等你哦哈，你站那里哦。你这时候去看电影哦？啊？你是什么时候去看电影？来当然是买我的跟内用哈，这个不是面不干内用哦，因为这一些比较好吃。小心哦。我肯定一种会有2大杯。好，走，在这里等一下哦哈。哎呦，我要去买，要不要？你就乱买呢。
好，快去。现在我们准备上课，对，所以我们要准备出发了，Cô chào các em. Mời các em ngồi. Cảm ơn cô giáo. Cảm ơn. 好，第一课我们有学到什么？学到颜色。老师问大家，请问绿色越南语怎么说？帽衫。好，感恩。好，这个怎么念？就是越南语。然后今天是我到小学教小朋友上越南课，今年是109年开始正式，就是只1年级能选这门课，其他的不能选，因为他想说那语言的话从小学比较基础比较好。但是其实我们对象不是新二代，还有这位也是台湾的小孩。但是他学越南语超级快的，是的，好简单啊，有几种。就是这个。好不？加水。跟老师念，好长。因为我对这个领域蛮有兴趣的，而且对交流啊，对教学啊，然后还有科协助移工，然后新住民，还有新住民第2代，就是我梦想很久了。刚好是教学这方面，像我那年代，国中毕业就可以出来教国小了。然后爸爸说：“那你继续上高中啊，有可能薪水比较多啊。”其实我们那时候我的分数考试的时候不用考就已经可以出来培训了。但是有时候就是6跟日，我选的一天就是我一定要参加一些政府培训的新住民语，然后我就参加。我培训完了，他们说这个可以出来教母语。好长。你怎么想来学越南语呢？妈妈叫我来，你喜欢学越南语吗？喜欢，对不对？阿姨是越南人，然后妈妈想要我跟她聊天，那越南跟她聊天。越南的小学，他穿衣服是全白色。在越南语这个教学的方面，待遇就是不是很好。对，因为跑很多学校，如果你要建10个学校以上，才你能够过的生活。一所学校只有1堂课，1堂课40分钟，320块。那320块，那如果8所学校乘以8就2000多块嘛。那乘以4的话，你3的薪水，我们当然不够花。政府没有编教材费，可是教材费全部的老师自己来想办法。我还有远距啊，所以薪水当然比一般人多一点点。我还有在书店工作，好，我们准备下课了，请同学起立。cô chào các em。Em chào cô。还有后面的老师。Em chào cô。好，谢谢，拜拜。来一个超一百。我不知道哎，突然车发不动了。真的吗？现在我找那个修车厂。你有发？是没电还是怎么样？我不晓得，有你家吗？这不能动嘛。大家怎么推去啊？你要推去哪里？
去前站那个附近火车站有一个秀色场。大家帮忙吗？帮他好了，走。什么状况都有。你好，老板帮我。老板发不动哎。哦，发不动。对。好，你稍等一下哦。好啊。要前后。老板车放哪里？那有可能就是汽油还没上来啊。等一下上课来得及吗？等一下2点有课啊，所以应该来得及。含汽油还有检查的工资，我给你拿200块就好了。好，谢谢。感恩，谢谢你。啊，下次要记得油要加多一点。好。谢谢哈，谢谢。好了，谢谢。这堂课是演剧教学，所以这些东西要准备好。大概2点就上课。我一般的这个灯，如果灯够亮，我不会带。然后，例如是插头，这个很重要，因为要转很多资料。好，现在我们准备上课了，可以哈。好，请同学起立。cô chào em。演剧教学是另外一个计划，那计划是国教署的，然后资讯课，然后就是有一位黄木英的校长，他推荐全省的老师，有7国的语言，但越南好像有6、7个，我是其中之一，就被校长推荐上来。好，Úc gì？好，再来哈。我们2位，下面bài 2。我准备那么多东西，因为其实一天我花不到8小时来睡觉，因为这份工作是我喜欢，所以我都花自己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教材。现在老师加验收，可以吗？好，那我们准备下课。Cô chào các em。Em chào cô. Em chào cô. 好，谢谢，当别，拜拜。老师好。嗨，好。好，现在我们准备就上中文课。这位学生是来自越南。那因为呢要入学要补救中文，所以他要找我们来自己上课。这个是我唯一的学生，有一点学中文。今天有一点热，今天很冷。我觉得有一点。早期我是在学校国小的补救教学，那时候志工培训，他会教我们呢培训孩子什么叫中文。我是从台湾从零开始学习，所以我是把我所有我知道我会传给其他人需要。肥有听到肥吗？mập á, không mập không gầy。
请听对话。今年我快18岁了。我来台湾，因为我的妈妈跟我的爸爸求婚。我希望以后我在台湾拿到身份证，我是台湾人。阿迪说，他这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什么？阿莫。我学中文，我学4个月多了。以后我有可能是台湾人来台湾生活，一定要学中文了。就这么办？一起玩，一起玩。像教这样的中文的话，国民小学也有带过课。其实现在很多小时候爸爸妈妈就没空带他，然后他送回越南去。回越南去的时候，就是等到5、6年级的时候才方便的才带过来。带过来基本基础他还不会，所以我也在学校带过就一样的这样小孩，也是从注音符号开始。房子吃着刚采下来的果子。阿莫突然。好，要不要妈妈讲故事？来。好，要不要妈妈讲故事？来。子然，来。妈妈，你要翻译成国语。那现在妈妈第一个是什么？要你先念粤文，念好，妈妈翻成中文给你好不好？这个。这个好。这个。现在的这个，你看到什么？这个人很穷。为什么？因为他就然后他，对好还没科技还没长。我小孩是每个从小就开始我们培养，会念睡前的念故事，然后互动亲子教育这个方面，华安他们有那个概念。在越南的时候，甚至也没早期话没有电视，没有电视，有时候我们就睡觉之前要讲一些笑话啊，还是故事啊。后来我想说，给孩子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互动学习。小时候我妈也这样说。越南很热。答对了，太棒了，好。因为我想说给他听一些妈妈的声音，母语的声音。其实这个故事是他自己选的，因为他觉得那个图很有趣。因为我想要学更多的粤语。所以这个故事有关于到8，对不对？好，这个是妹妹她拿到什么？就是陪小孩，不是说因为我没时间陪，那个是我的那个是借口。可以跟他沟通说，妈妈可以陪你至少30分钟，所以他就好，妈妈原来今天也有陪我，妈妈原来今天有跟我们讲故事，就是我会尽量。弟弟，你con hôn mẹ nữa nè, hôn mẹ nè, đâu nữa, ở đâu nữa, đâu nữa。如果比老二跟老大小时候也是比较少话，但是没有比现在那么安静。觉得待在家就很好了，就我不太想要出门，出门很麻烦，要准备很多又要花钱，就不太常聊天呢，就回到家，就该做的做一做就睡觉了。妈妈吧，就叫我多看书什么的，就能读越多越好，不要像他之前那样就好。就能读到大学毕业吧，能找的工作比较多，选择比较多。因为老大，我跟他讲说你是姐姐，妹妹跟弟弟功课做完的时候，帮妈妈检查一下，妈回来妈妈帮他签名，然后他帮我检查2个小孩的功课，我说那你要补习吗？他说他不要，他自己可以学。其实我发现他国中上来的时候，成绩比国小好很多，很独立。姐姐也是说妈妈顾2个小鬼就好了，我自己来。我现在准备打电话给，等一下，我看妈妈有没有在线上。
Đang quay phim rồi mẹ. Đang quay phim. Vậy hả? Làm gì ạ? Sao lưu dùng lưu phèo len à? Nịp bắn thao phai rồi dùng phai len.有。妈妈漂亮吗？我偶尔在这边工作忙碌了之后啊，有些心情不是很好，打电话跟他们聊天，这事情比较好。mỗi từ mẹ nói đều ghi trên hết trên ghi hết trên TV đó。早期的话，大概20年前，很少人去做义工，几乎是来台结婚。但是我就觉得我还没满20岁，我不要这样的过的日子，我要工作。当时我就一个愿望就是，可以以后我父母啊，就是他年龄大了，至少他有个比较好的房子住，他有个足够的就是生活，那个是我的梦想。về cắt rồi.他说现在他们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没有卖面了。真的、啊？对啊，所以生意没有那么好，休息。第一次呢，我想说半年我就不做了，我就回去。你来台湾才6个月，那你怎么拿钱还给中介？那我说好，那继续做，那就1年。然后说老板我要回去，老板说，那你现在刚好就钱还完。你至少买一个礼物送给父母，而且来快2年了，也是差不多的。我去业快到，最难过就是我不喜欢来台湾。我最坏的想法那时候，因为人家说飞机保险很高，万一发生什么事情，我也有一笔钱给我父母，是我这样的最坏的打算的。就是房子被烧掉了，那你没有去的话，其实这辈子也没办法盖的房子。这些委屈有跟妈妈说过吗？没有，因为我家里是大姐了，大姐我责任最重了。我觉得在台湾刚开始对我来说一个陌生。但是经过我努力学习，然后我身边的人改变很多，尤其是改变我公公婆婆的想法，改变我先生的想法，而且他给我一个自由的一个空间，还有小孩的像教育这个方面，好像我有得到我的那个目标，所以说后悔就是不太会。好，感恩。我现在的想法，如果要留在台湾比较好，因为我毕竟是同学朋友都在台湾比较多。说住哪里比较好？我的目前的现在是住台湾比较好。对，我很喜欢住台湾。Chào mọi người, tôi đến từ Tây Ninh, Việt Nam. Hiện tôi là người Đài Loan. Gia đình tôi ở Đài Loan rất hạnh phúc. Nếu như được một căn nhà riêng của mình thì càng hạnh phúc hơn. Cảm ơn mọi người. 美信，感谢你哦！自从你进了邓家，好就带给邓家，大家都是很欢乐的。希望你这个可以保持下去，加油哦！美信也感谢你，让陪伴妈妈过了2年半的快乐时光。未来呢，希望你也在继续努力，让自己的生活更精彩，加油！妈妈你很辛苦，你们都知道，有时候也可以不用那么累，可以早点回来。希望你能早点毕业，就不用那么累，也不用一直跑来跑去。